好冇離心機啦，我哋一齊去小食部買嘢食啦。學校全日制咗之後，可能會多咗好多嘢食㗎。你做乜咁惡咁望住我啊？你好中意全日制咩？我唔中意喎。嚇？點解啊？全日制又冇得放半晝，上堂嘅時間又長咗，又冇得同媽咪一齊出街食飯，啲功課又要夜晚先做得。總之啊，有好多嘢唔好啦。其實全日制都唔係唔好嘅，雖然時間長咗，但可以同老師、同學一齊耐啲，幾開心㗎。老師仲會為咗我哋搞好多唔同嘅多元智能活動，等我哋喺學校嘅時間過得充實啲。至於食飯呢，我哋可以同成班同學一齊食，仲有班主任陪我哋添。你話唔係仲開心咩？食完飯之後仲有30分鐘俾我哋參加唔同嘅活動，不知幾好啊！一齊食飯啊，都好似幾好喎。咁我咪可以帶麥當當翻嚟食㗎。我好中意咧食大快樂嗰啲豬扒飯㗎。咁好似唔係幾好喎。你唔記得我哋要做個有型嘅好學生咩？有型，我暈啊！有型係營養嘅型，代表我哋要食得健康。三低一高就梗係唔少得啦。三低係指低脂、低糖同埋低鹽，而一高就即係高纖咯。而第二個有型，即係代表我哋食飯嗰陣時要專心，唔好喧嘩同埋嬉戲。食飯嗰陣時唔好食得太快或者太慢。食完飯之後要將飯餸同埋垃圾分開。餐具毛巾要每日帶返屋企清洗，如果唔係點符合呢個型字啊？我知道學校想我哋做一個有型嘅好學生，嚟緊有個設計比賽俾2至6年級嘅同學喎。係啊，比賽名為樂型全日制5至9級佈置設計比賽，比賽分2、3年班嘅親子組同埋4至6年班嘅個人組，可以用唔同形式，包括電腦設計或者手繪製成作品。每班會選出最優秀嘅作品1份，得獎嘅作品仲會貼喺班房裏面添，作為全班同學共同承諾遵守嘅班規。而且仲有學校品牌禮物1份，你哋話吸唔吸引呢？我設計嘅規則可以貼喺班房入邊，俾其他同學一齊遵守，幾好啊！咁究竟點樣報名啊？呢個我知，班主任會喺直播完咗之後派發呢個活動嘅報名表㗎。同學只需要喺截止日期當日交翻俾班主任就得㗎啦。詳情可以留意翻報名表格嘅細則。其實我哋頭先嘅對話都有一啲提示俾大家去設計㗎。如果想睇翻呢段短片，可以瀏覽翻呢個網址，即係學校網址啊。記得一齊參加，為你哋班設計獨一無二嘅班規啦！拜拜。